解咧好多長者申請唔到長生津咧？最常見咧有5大原因嘅喎。好多香港長者咧都以為啦，只要年滿65歲就可以咧申請咧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咧大家俗稱嘅長生津。但係其實咧每年都有唔少嘅長者去到真係申請嘅時候，先發覺原來自己根本就唔合資格。更加令人意外嘅就係，有時咧問題未必係你收入太高，而係咧因為一啲咧平時你唔留意嘅細節，例如啦，你有聯名戶口啦，例如你有強積金啦，甚至咧你保險嘅現金嘅價值咧，都有可能影響到你申請嘅結果喎。其中一個咧最常見嘅原因咧就係資產超額啦，但申請人咧完全唔知道，好多長者咧都會覺得，我又冇樓，又冇車，又冇投資，應該咧一定符合資格啦。No， 其實社會福利署計算資產嘅時候咧，範圍係好鬼闊㗎。除咗咧你銀行存款啦同埋現金之外啦，你嘅股票啦、你嘅基金啦、你外幣啦、MPF 嘅累算權益、保險嘅現金價值，甚至咧非自住嘅物業同埋車位咧，都有機會被計算入呢個資產嘅價值嘅。好多長者一世人辛辛苦苦儲到唔少嘅退休金，本來咧只係想咧老咗嘅時候有一個安全感，但係最後咧因為咧仲差少少而超額咧，而得唔到咧呢個長生津。另外咧有一個好多人咧都會忽略嘅地方咧，就係咧聯名戶口啦。唔少長者咧都會同阿仔女咧，就或者配偶啦，有一個咧聯名戶口喎，方便咧處理屋企嘅開支啊，或者日常嘅生活啊，或者收家用咧。但原來咧社會福利署有機會咧將呢啲聯名戶口裏邊嘅資金視為申請人資產嘅一部分，即使咧戶口裏邊嘅錢其實係主要係來自仔女啦，只要長者係聯名戶口嘅持有人咧，就有機會咧就要做資產審查啦。好多長者咧都去到申請嘅時候咧，先知道啊，原來咧聯名戶口咧都會計嘅喎。而另一個咧最容易令人意外嘅地方咧就係強積金啦。好多人咧一直以為咧強積金未正式拎出嚟唔算資產啦，但係根據咧長生津嘅規定咧，部分退休權益即係話 MPF 嘅累算權益咧都有機會咧納入資產審查計算㗎。所以咧有啲長者啱啱退休，即使咧你平時生活唔係好富裕啦，但係因為咧你咧都會有少少嘅強積金㗎嘛，加埋銀行嘅存款啦，就已經超咗長者生活津貼嘅限額啦。對唔少香港人嚟講咧，話辛辛苦苦供咗幾十年嘅 MPF， 最後咧反而影響到自己申請唔到社會福利喎。確實咧就有啲咧即係矛盾嘅感覺㗎。除咗 MPF 之外啦，保險嘅現金價值咧亦都係近年咧越嚟越多人被忽略嘅問題之一嚟嘅。以前咧好多香港人咧就買咗啲儲蓄嘅保險啦、人壽嘅保險啦，或者年金嘅產品啦，希望咧為退休做準備。但係咧原來部分嘅保單咧係具有現金嘅價值，所以咧都有機會咧被計算咧資產嘅。咁即使保單咧未退保啦，未真正拎到現金啦，只要保單咧本身咧有一定嘅現金價值咧，就有可能咧影響你咧長生津嘅申請喎。尤其咧近年唔少嘅長者咧，以前咧曾經咧俾銀行啦、保險公司啦去推銷一啲儲蓄計劃，咁啊到真正申請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呢份保單會計入資產度嘅喎。嗱，除此之外啦，離港時間亦都好重要嘅喎。如果你係離開香港太耐，亦有可能影響你申請嘅資格。近年啦，越嚟越多香港人啦就選擇翻內地去退休啦，例如去深圳、中山、珠海，亦有人咧就長時間喺外國探親啦。不過咧，長生津有一定咧嘅要求，就係你要居港嘅要求啦。包括申請人咧需要喺香港咧要最少有7年，同埋申請前要連續喺香港居住至少1年嘅喎。如果咧長時間離開香港咧，超出咗規定咧，都有機會咧影響個資格。不過咧，如果啦你符合廣東計劃或者咧福建計劃嘅相關嘅要求咧，部分情況下仍然可以繼續領取呢個津貼㗎。其實咧好多香港嘅長者未必真係好有錢，只不過咧就係慳慳埋埋咧有少少嘅退休積蓄，又或者屋企人咧有啲聯名戶口嘅安排啦，最後咧就已經超咗政府嘅限額啦。所以咧申請咧長生津之前咧，真係咧要清楚了解佢個資產係點樣計算啦，否則咧就好容易咧就以為自己符合資格。最後先發現原來批唔到嘅喎。如果你嘅屋企人咧都有長者準備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你自己咧都需要做一個退休規劃啦，其實都應該值得早啲去了解相關嘅規定，避免咧因為咧誤解而錯失咗原本你可以申請福利嘅資格。呢度咧 Super Mum 咧就有一個好好嘅法寶俾大家啦。咁咧我哋咧就有個合規合法嘅方式俾你啦。
咁咧呢個咧就係即期年金啦，佢係社會福利署認可合資格去豁免資產審查。留意翻即期年金每月嘅年金收入咧，仍然咧都會計算喺每月嘅入息裏邊嘅，但係資產仍然係屬於你嘅喎，即係唔使擔心咧將啲資產又要撥左撥右，撥俾阿仔撥俾阿女，反而咧可以每年咧獲得穩定嘅4.6% 年金率嘅被動收入，保障自己未來嘅生活。嗱，假設啦你係一個65歲嘅女性啦，夠年齡啦可以拎翻強積金啦，咁拎翻現金流100萬啦，可以喺高息嘅環境底下整一份保證終身派發嘅年金，可以有咩得益咧？第一個得益就係每月保證派發、終身派發、月派發3540蚊一個月嘅，一年就有42,480蚊嘅啦。終身保證派發，保證嘅年金率咧就4.2%。第二啦就係中期紅利戶口，咁啊除咗保證派發、終身派發、月派發之外咧，仲有大約咧1/3嘅錢留俾你攞嚟應急之用㗎，亦都係咧令你資產增值，可以對抗通脹嘅。可以係咧保單第10年之後啦，你每年鎖定全部或者部分戶口價值，鎖定咗之後嘅資金咧就好似放咗喺一個活期嘅戶口裏邊，你可以隨時拎出嚟使嘅，亦都唔會影響你每個月收呢個保證年金㗎喎。如果萬一咧有突如其來嘅醫療開支啦，又或者屋企有好多喜事喎，需要呢一筆資金啦，就可以喺呢個活期嘅戶口裏邊提取啲錢啦。如果咧使唔晒，咁咪真係留俾後人啦。所以咧呢一份咧即期嘅年金計劃咧，可以為你自己嘅另一半，為你嘅家庭咧，可以有一個保證嘅承諾啦。第三，嚴重認知障礙症可以咧獲得10年咧雙倍嘅年金啦。按而家嚟講啦，本港咧每10個70歲嘅男人就有1個咧患老人痴呆症，女性仲誇張，6個咧就有1個係患老人痴呆症喎。由於認知障礙症而家係唔能夠根治，亦都唔可以逆轉，無謂咧對啲照顧者帶嚟巨大嘅壓力。呢度咧就日日幫到手啦。喺保單第3年80歲之前被確診患有咧嚴重認知障礙症咧，將會咧提供每個月雙倍嘅年金收入，並且長達係10年之久，即係每年咧嘅年金收入由3540蚊提升到7080蚊，保證咧額外多咗成42萬年金㗎喎。仲會送埋咧照顧者培訓課程，教你屋企人點樣照顧你。第4啦，人壽啦，嗱老友記可以咧享有咧保證嘅每月派發嘅年金啦，仲可以咧拎到預期嘅紅利對抗通脹啦。另外咧又可以留到錢俾後人啦。如果唔好彩80歲前咧提早畢業啦，將會額外得到咧就係已繳嘅保費20%。咁即係話咧，如果你擺100萬啦，你人壽嘅賠償咧就120萬，減翻你拎咗嘅年金啦，咁你留俾屋企人啦。而且呢個人壽嘅賠償咧就可以事前咁安排好，你想俾邊一個人啦，11人咧可以隨時更改，亦都可以選擇一次性派發、分期派發或者混合式派發，好過你寫一張平安紙，可以將心意咧留俾你心愛嘅人，真正做到活到老、賺到老、退休冇煩惱。嗱，最後咧戴翻個頭盔，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並非銷售嘅建議。有關呢一個計劃嘅詳細內容，可以揾我哋傾下啦。如果大家咧想為你嘅退休做好咧準備，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做好準備，想知有啲咩方法咧處理你嘅資產，過到資產審查，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啦，91060898，或者喺留言區嗰度留言。我哋逢星期一到星期五10點啦、11點咧，都喺觀塘度可以同大家做一個1對1免費諮詢。咁啊，詳細講解咧呢個保證派、終身派、月派嘅年金計劃，揾我哋啦，我哋幫到你。記得 CLS 條片俾其他老友記知多啲，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最近埋個鈴鈴。下集咧再同大家講下其他保險嘅冷知識，下集見，拜拜。